上一集我哋講到喺原子習慣入邊，車仔覺得最實用嘅一個實踐原則2分鐘法則。唔知你開始用呢一個法則去到建立自己嘅良好習慣未呢？今集我哋會用少少逆向思維，去到將呢個 make it easy 嘅原則調轉咁樣嚟到運用，令到我哋可以幫自己避免一啲壞習慣，成為一個避免壞習慣嘅強者。Hello， 大家好，我係連讀 U 都爭啲俾人踢出校，但係後來奇蹟逆襲成為 First Honour 教育語言學碩士嘅車仔老師。我呢一個 channel 係會同大家 chill 住咁樣去到學習語言，提升自我。事不宜遲，就等我哋即刻 chill 住咁樣睇下原子習慣 Atomic Habits Chapter 14。喺1830年嘅夏天 ，Victor Hugo 大禍臨頭啦。因為喺12個月之前，呢一位法國嘅作家，佢先至應承自己嘅出版社，話自己喺12個月之內會寫好一本書。結果佢喺嗰12個月1年嘅時間入邊，係完全用咗嚟做其他嘢。佢去招呼其他客人啦，遲遲都未寫佢嗰本書。無奈之下，佢嘅出版社就限佢一定要喺嚟緊嗰6個月唔夠嘅時間之內寫好佢嗰本書。大禍臨頭嘅 Hugo 決定用一個好奇怪嘅方法去到對付自己嘅拖延症。佢將自己所有出街嘅衫去到收起，放咗入一個箱入邊，然後佢叫佢個助手幫佢鎖起啲衫，就淨係剩翻一張好大嘅披肩俾自己係咁披住就算啦。就因為佢冇晒適合嘅衫去到出街， Hugo 唯有留喺屋企，極度專注咁樣去到快速寫完自己嗰本書。結果佢就用咗唔夠半年嘅時間寫咗著名嘅故事《鐘樓駝俠》。令到良好嘅習慣變得容易 ，Making good habits easy 就係我哋上一集講過嘅做法啦。但係唔知你同唔同意？有陣時反而係令到壞習慣變得困難，令到我哋唔再做壞習慣，先至係最重要嘅一部分。而令到壞習慣變得困難 ，Making bad habits difficult，其實就係建立習慣第3個法則嘅逆向應用。喺頭先嘅例子入邊，鐘樓駝俠嘅作家 Hugo， 佢係用咗一個策略，就稱之為鎖定未來嘅裝置 ，a commitment device。佢嘅做法就係用一啲你喺目前當下呢一刻做嘅決定，去到掌控自己未來嘅走向。係咪覺得有啲抽象呢？你可以諗個做法就係，假設你想游水，你就要逼自己跳咗落水先。咁你就難啲去到翻轉頭，去到褪軚唔做啦。同樣嘅方式，其實喺我哋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層面係有應用到嘅。譬如如果你想減肥，食少啲嘢，commitment device 嘅做法就係行超市嘅時候，買嘢嘅時候唔好買一啲大包裝嘅零食翻嚟，買一啲散裝啲嘅食物，等自己就算食都食少啲。想自己唔好沉迷打機，唔好買部遊戲機，唔好買啲機咪得咯。想自己唔好沉迷網上賭博。甚至有啲人試過呢，係叫嗰啲賭博嘅網站將自己加入去佢哋嗰個封鎖嘅名單入邊。有一啲嘅運動員，佢哋為咗喺進行嗰個比賽之前，要確保自己嘅體重係符合資格，唔好超標，佢哋就會喺比賽之前嘅一段時間唔帶銀包出街，避免自己喺條街度見到啲零食好吸引就買咗嚟食。而作者佢嘅有一個朋友呢，亦都會喺屋企嗰個 WiFi 嘅 router 個路由器嗰度裝一個斷網器。每逢夜晚去到10點鐘就會自動斷網噶啦。咁呢，佢嘅目的就係令到所有屋企人見到，咦，冇得上網咯，就知道差唔多係時候瞓覺。所有呢一啲 commitment device 嘅好處就係佢哋能夠用到你目前呢一刻想係做一啲良好嘅習慣嘅嗰個意願，去到幫你抵擋埋一啲未來嘅誘惑。譬如如果你想出街食飯，同時你又減緊肥嘅話，你想食少啲，你可以嘗試喺落單嗰一刻就叫個侍應幫你將其中一半嘅餐去到用外賣盒裝起。咁樣嘅做法就能夠令到你食少啲嘅機會大大咁樣提升，比起你見到成個餐先至要控制住自己唔好食晒佢，其實係會有更加高嘅成功率嘅。而個原因就係你用到你目前嘅一啲決定，去令到將來做壞習慣變得更加困難。所以你做出正確選擇嗰個機會呢，就會提升啦。喺
喺好多年之前，喺收銀機仲未面世之前，其實有好多嘅小鋪頭都會因為有員工偷竊嘅問題，令到原本佢哋嗰個係可以賺到錢嘅一盤生意呢，變到係蝕錢。但係正就喺收銀機面世之後，大家知道每一筆交易完之後，收銀機都會自己上鎖噶嘛，咁偷竊嘅問題呢，就迎刃而解啦。啲小生意嘅老闆，佢哋並冇做任何能夠喺短時間去提升員工質素嘅動作，咁但係正就只不過係因為收銀機嘅出現呢，就令到一個公司多咗一個不斷去到保護佢哋盈利嘅裝置咁樣。而收銀機嘅重要性同埋成功，就反映咗我上述一路去證明嘅呢一個點，就係唔做一啲唔好嘅事情，有陣時比起做一啲好嘅習慣更加緊要。喺我哋生活上面，其實有好多嘅時候都要做一啲一次性嘅決定。如果能夠做出正確嘅選擇嘅話呢，呢一啲一次性決定其實可以幫助我哋日後去做啲良好習慣，同時去減少做壞習慣嘅。有好多嘅例子，就譬如如果你係想改善你嘅睡眠質素，你應該的起心肝做嘅一次性決定就係去買一張舒服嘅床褥、舒服嘅枕頭。又或者你可以一次性決定地去掛起一啲深色嘅窗簾，去遮好啲光，等自己瞓得好啲。譬如如果你係想改善自己亂咁使錢買嘢嘅壞習慣，你應該做出嘅一次性決定就係幫自己登記個自動嘅儲蓄計劃，每一個月出完糧，自動將一部分撥入去個儲蓄戶口入邊，咁你就唔會亂咁用到嗰啲錢啦。又譬如，如果你係想提升自己嘅工作效率，你需要作出嘅一次性決定就係要刪除咗嗰一啲譬如群組嘅通知，或者將你個電話校去靜音，將你電話放喺其他房入邊，等你起碼可以有幾個鐘頭專心做嘢。當你能夠喺你嘅生活入邊做出越多呢一啲正確嘅一次性選擇，同時你亦都係令到自己更加多生活嘅部分變得自動化。呢個自動化嘅威力就在於佢會不斷去到幫你，或者去到鼓勵你做出一啲好嘅習慣，同時不斷去到保護你免受壞習慣嘅引誘。最終你就能夠成功將自己鎖定咗喺一條良好習慣嘅建立軌跡上面。喺實踐嘅過程入邊，你依靠嘅唔再係自己嘅意志力，而係呢啲生活小節嘅設計同埋調整。When working in your favor, automation can make good habits inevitable and your bad habits impossible. 下一集我哋終於會落到去講 Atomic Habits 嘅最後一個法則。去到呢個位，我都係想講嗰一句，記住實踐先至最緊要。人哋就話勿以善小而不為，我都想提醒大家勿以事小而不為。另外，如果你係有興趣獲得由車仔製作一啲高質嘅學英文學習材料嘅話，又或者你係有興趣一個星期1至2次去到接收一啲學習英文貼士嘅 email 的話呢，你只需要掃一掃畫面見到嘅 QR code， 你都可以免費獲得。如果覺得我嘅影片對你有幫助，麻煩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記住，chill 住咁樣學習，一樣可以進步神速。我係車仔，我哋下次 Carson Chilling English 再見。